台东森林公园历史湖伫咧东外进前是发现有2只红面番鸭，互放杀伫咧遐，到即阵是已经生产到10几只。不过其实这红面番鸭是外来种，唔但影响到原生的，嘛去影响水质。所以讲，这县府最近是请腊人开枪咧拍。不过环保人士是认为讲，即阵有真侪稻鸟来咧过冬，开枪无介适合。台东森林公园绿树湖湖边有一轮黑色的水只红面番鸭，大只红面番鸭伫湖边的草坡仔内面找食，因为森林公园是保育区，因的生活未受干扰。不过一年外前，食这个2只互人放杀的黄面番鸭，尾后有人甲因饲，就拓生到变做10几只，造成环境生态改变。官府自去年开始要甲因赶走，不过真无勇气抓。今年就找腊人用腊枪来杀毒，成功赶走5只。其实它蛮聪明的，你不管是要诱捕啦，或者是说用网子来网它来抓它，其实都相当的不容易。环保团体讲，番鸭伤多会造成水质优氧化，因为族群强势，也会赶走其他野鸟，有必要爱甲因刷走。不过这嘛是冬天，绿树湖又个出现保育类的黑面腊杯加其他的稻鸟，庆声会甲因惊到。最近在西部有发生几起的禽流感，我想它应该有移除的必要性跟急迫性。其实林业保育署它有所谓的气枪，它对于环境干扰会比较小。农业处是讲，因为外来的红面番鸭正高生，会继续甲因刷走，但是会参考环保团体建议，改用其他方式，也希望民众莫过去森林公园随便弃养动物，才袂造成生态改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